续来看超级跑车安尼来赛车，实在是伤恶霸咯。伫北宜公路有骑士拄着为对向驶过来的超级跑车的车队，经过跨过双黄线来逆向，而且是3台的保时捷集体来逆向安尼来超车。是哦，这个骑士惊一个心脏喊啊定去，差一点就要徛去大理的山壁顶咯。啊，这个画面现更了后，未少网友来痛骂讲，根本就是故意害人，敢讲人命无值钱咧。即卖警方已经介入调查，要用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。桥头摆人看到对向规排超跑车队，想要到后一秒大顶死一台超跑直接正向冲过来，互伊惊一条。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佫较含这辆普车车，敢若是想要超车，食过双黄线险险甲弄着，后壁乌车黄车，敢若是想要拼输赢。毋管对向有车通过，就安尼正向3台车伫公路顶，拢无要受让。桥头摆人真正是有够危险，加在闪了紧，若无差一丝啊，就互因弄着。好像刹车不及吧，就往对向冲这个样子，我是有点不满啦。那台黑色冲出来是并没有停，但是没有踩被撞到。代志发生伫7时早起6点外，北宜公路46.9公里的所在，桥头别人真生气，有检举嘛将这个影片抛上网络。网友讲，只要有钱，人命拢无价值。如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进行举发及危险驾车外，另追查相关驾驶人到案说明后，依公共危险罪嫌函送侦办。这个破车车队解说讲，是因为有一台车漏油，头前车未负动，才会驶正向。实际问其他的超跑车队，因讲破车跑车车型无大，会驶正向应该是跟技术有关系。北宜它的道路非常狭窄，那个九拐很多是发夹弯，如果你要超车不慎的话，很容易肇事。你速度快又看到危险状况，你一定慌掉了。头家嘛讲，其实台湾有几个超跑车队，每一个车队的风格拢无共款，有是爱驾车，有是干那想要练车尔。因为即摆将公路当作赛车场，无去顾到行车安全，这恐惊会动伤到超跑的形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